第二堂礼拜的爸爸比较年轻一点哈，但是我们还要祝福一下，给隔壁当爸爸的祝福说父亲节快乐，好不好？好，谢谢。祝福你们哈，祝爸爸节快乐。我们在分享主话以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虽然台风过后，但是台南仍然有理想的天气，我们能够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敬拜服侍。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的时刻，也愿透过圣经再一次思考爸爸节重要的家庭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刚刚读了这2段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在描述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样貌，他用古代的那种社会的氛围解说的。他说：“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换句话说，这个家庭人丁兴旺就对了啦哈。还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像围绕你的小橄榄树，好像你的家庭里面像一群小橄榄树围绕在一起哈。他说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蒙福哈，敬畏上主必定蒙福。那感谢主，我们所以这段话的语句有一点漏掉了哈。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哈，少一个桌子哈，像小橄榄树一样。那他说这个美好的样貌是有一个根基的，就是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蒙福必定蒙福。那这样蒙福的人呢，是领到这个恩典，是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的一生一世目睹耶和华的繁荣就跟整个国家的兴盛都连接在一起。一个家庭的恩典，一个家庭的丰盛，那连接到整个国家的兴盛。而且他说，这样的人要蒙上帝的祝福了蒙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又看到第2段经文，他在描述说，这样美好的恩典的家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矩就是一个教养，一个家庭美好的教养是什么样的样貌呢？他说要听从生养你的父亲，你母亲年老要敬重他。第一个是孝道，那听从；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圭臬，就是他们的重点，就是说真理、智慧、学问、见识都值得你去买，千万不可卖。这一天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说：“义人的父亲理当快乐，有了名字的儿子大可欣慰。”生了义人就是正直的人的儿女，或是有名字、有智慧的儿女，那是最大的快乐，让父母亲快乐的部分所以他又再重复一次，让你的父母快慰，你的母亲欢喜。那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经文，他这样的教导给我们什么样一个比较浓缩或是归纳一下？第一个，敬虔蒙福的父亲，他是像诗篇128篇第4节所说的，敬畏上主的人要这样蒙福。一个敬畏主的父亲有一个优先权，就是神给他恩典跟祝福。第二个是箴言23章24节说，义人的父亲理当快乐，有了名字的儿子大可欣慰所以我们从这边归结出几个重要的要点：一个蒙福的家庭，一个喜乐快乐的父亲，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呢？第一个就是要听从生养的父亲，敬重年老的母亲让父母快慰，让母亲欢喜。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也发现说，今天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特别这一个新的世代我们上个礼拜听了我们瑞平牧师所谈到的新的这个世代，它是一个不大尊重权威的时代，或是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代。但是古代的圣经的教导是说，你要听从生养的父亲。换句话说，生跟养有可能不同人那如果说养的部分还包括养育的
包括长辈，包括老师哈，包括我们在整个社会氛围的长辈，那这些是美好教养的一个部分。他还说，年轻人要向长者学习，以他们的人生道路为榜样。这些可能是一个很老旧的传统，但是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在一个网络的时代那一个标准或是跟随或是追随的一个方向对象都有一点变化了。那圣经的教导就更值得我们去学习。有一个他特别强调的是说，要重视真理跟智慧。他说，真理、智慧、学问、见识，都值得你去买，值得你去买，千万不可卖，有人挡到车的，赶快稍微移一下有一辆车子挡到别人的出口了。那为什么犹太人特别在很多教导、很多规范当中，要把这一句话强调在尊敬你的长辈的里面呢？他说，而且值得买不可卖，表示说珍贵到比任何的宝贝都还重要。那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一般的家庭都会教养儿女了哈。那大概教养儿女的他们的成长或是他们的结果，大概有分这3类。我们台湾人习惯把它做这种描述哈。父子发展3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台语说歹德啥啦，出乐顺。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会说歹德出乐顺？换句话说，那个竹子好不好没关系，但是只要在好的环境里面，那个笋是很好的歹德出乐顺。那可能台湾人很喜欢吃这个竹笋这样的描述是有它的根据的。不过它用来描述一个家庭孩子的成长，也许我们在前一辈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或是社会发展的环境，所以子女能够有很好的成就，那是超出父母的期待。第二种是虎父无犬子父子都一样的优秀有时候这个强将手下无弱兵哇，这些家庭都一样的兴盛有的是产业的1代、2代、3代都非常的兴盛，那大家也非常的恭喜。那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生到了尾仔囝，有没有听到了尾仔囝什么意思吗？了尾仔囝就是放荡啦，就是不按照规矩啦，这个让这个社会非常失望的也有可能会这样子。那你说有什么有迹可循吗？不一定有的是很优秀的父母，但是孩子他就是他的性格上就一直跟你作对冲突，甚至对这个社会也不是非常的友善所以让下一代的成长让父母失望，甚至成为我们叫哄懂住哄懂住。那这些只是我们一般概括的描述。如果我们从刚刚读的2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为什么箴言会这样说，而且整个圣经的教导，它除了敬畏神敬畏上帝之外，很多的篇幅都一直在强调你怎么样养育你的儿女，养育你的儿女。那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来找出一些线索，到底圣经的教导如何让父母亲能够看见孩子是一个义人的孩子，是正直的孩子，是一个智慧的儿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向，就是圣经的教导，还有一个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经典叫做塔木德的智慧。那尤其最近有一个很轰动的台湾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台南的女儿叫做苏什么？苏之峰，有没有听过？哇，她2个礼拜前回来台湾访问因为她是全世界有名的半导体公司就是 AMD 超微半导体公司的 CEO， 就是旋风式的回来台湾，而且我们都大家非常的欣慰，说台南出了两个世界级的这个科技的一个领导者前面也那一位也是台南人这样子。那
这个苏之峰呢，他回来，因为就是有新闻嘛哈，但是有那个杂志就会访问说，这个苏之峰的爸爸叫做苏春，这个是奎哈，苏春奎，他在讲说你怎么教导你的女儿，在美国社会能够这么样的成长呢？他说，他竟然说我是从犹太人的塔木德经典得到了这样的灵感，就是引起台湾人很好奇，因为这个跟我们差距很大嘛，对不对？塔木德是什么？连名字都很少听过哈。原来那个故事蛮精彩的。这位苏之峰叫 Lisa 苏哈，她2岁就跟爸爸妈妈移民到美国了。那个时代台湾人到美国移民留学的很多，但这个爸爸他很有那个动力哦，他是到美国去就考上了纽约那边的一个应该是市政府或是他们政府的一个单位，他专门做会计或是统计方面的工作。然后开始他进入了美国人的那个职场，他在接触了很多人当中，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印象说，哇，一群很优秀的都有犹太人的背景，就说为什么犹太人他做事情或是做什么都高人一等，他觉得很好奇啦。尤其我们都知道哈，犹太人他领导了整个美国的金融都是他们控制的所以你看他们的游说力多强啊！以色列四面都是敌人，他有办法在那边生存。如果没有这些犹太人在美国游说他们的国会支持的话，以色列人要撑下去不简单。好了，那他就是这个施书奎，他说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他到底怎么教导孩子的？所以他在成长过程中就把他拿来当成他来教养孩子的一个典范。这个是施之峰回来台湾他的爸爸特别在那个颁荣誉博士的场合送献花给他女儿就是一个非常台湾人难得的一个台湾之光的典范这样子。因为塔木德从他爸爸口中说出来，很多人就是开始去挖说到底塔木德是什么原来这塔木德在犹太人来的是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看到一些资料，他说塔木德这部经典所教导出来的犹太人呢，已经有211位犹太裔的诺贝尔奖得主。统计一下，他说从1901年诺贝尔奖到2021年，一共有943个人得奖，就100多年才900多人得奖，但犹太人就占了211个，占了1/5多，22.4%。那这篇文章他在研究说，全球大概有就是可以识别出来的犹太人大概有1530万人，大概占全世界总人口只有0.19%，但是优秀人才却遍及各领域啦。他们现在说很好奇像我们都很知道出名的美国的标准石油的创办人也是慈善家洛克菲勒画家毕卡索啦。发明家爱迪生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啦，科学家爱因斯坦，哇，这些名字都在我们的教科书，或不然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熟了不能再熟的人物。他们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犹太人，包括现在那个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也是啊。好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在研究说犹太人那些子弟他们在验他们的那个 IQ 智商也不是比一般人高多少没有也是很平均的台湾人也不输他，所以他们就知道说，那大概是他们的教养，他们的教养方式很特别，当然就有人去研究了这个也不是说什么秘密，其实就是从圣经的教导，从小时候就从圣经、从律法、从塔木德来得学习。他说这个塔木德，他原先希伯来文是塔木德的意思，就是学习的意思，就是要学习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律法，就是妥拉。妥拉是我们一般希伯来文它直接翻译出来，其实就是律法那是这个
妥拉或是塔木的哈，我们很多人没有印象，但其实我们住东区的人要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附近有一个塔木德饭店，有没有看过？在我们李伟教授他们附近，对不对？哈，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住在那边，一出入都看得到。我也是几年前回来台南说，哎，怎么有这一间啊？因为这个名字很有印象啊，说为什么这个老板到底是不是对犹太人，还是这个名称翻译的意思啦？没有去研究。不过我说很好的联想啦，哈，我们在东区这一间蛮好的住宿的环境哈。好，那其实台湾不缺这个书哎，中文书很多，什么塔木德精要啦，塔木德犹太人的商道跟智慧啦，一大堆中文书啦。好，那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一部等于是他们整个民族的大智慧，他们会用各种方式编排，甚至编排成一个小小的册子，让他们的小朋友从小开始学习。这些就是他们学习的方式。那我们可以说，塔木德这本重要的宗教文献呢，地位在他们的历史上就仅次于圣经了。其实如果用那种感觉有点像华人的系统，说从小要读四书五经，有没有？以前我们台湾还没有西式教育的时候小时候就要开始念三字经了，有没有？什么《弟子规》啦，那些都要背得很熟啦。但是到底怎么运用，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小时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就开始念了，所以都有他一套的学习系统。那我们可以说塔木德就像类似四书五经一样，就是儿童的养成都在里面。那其实它是很庞大的，因为经过1000年的累积了他们大概有40卷，250万字，1000年左右。你知道这1000年就是主前5世纪到主后5世纪这段期间，其实已经不是大卫王国的时代，最强盛的时代，其实他们是在亡国的时代。你知道人在遇到人生的最逆境的时候，才会想到说，那祖先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我们不能丢掉所以他们就用尽各种办法，2000个拉比，就是我们Rabbi 他这些智者教师呢，他们开始收集犹太民族的智慧、文化、历史，编辑成这样的书，然后有点类似。我们知道清朝的时代呢，康熙他这位皇帝也把中国的很多重要的智慧都把它整理成，他花他那个皇室的钱来整理，叫《四库全书》，有没有？如果有那一部，大概中国所有的精华都在里面了。那这个塔木德有类似这样子，他们把所有祖先留下来从圣经衍生出来的生活教导，就把它整理成这一本塔木德。这部塔木德大概有分6类农事方面的教导、节日的教导、妇女的教导、损害啦、神圣之事啦，还有洁净跟不洁净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些我们有兴趣去追踪没问题。它主要的核心是说，妥拉这个是指引引导的意思，是上帝给以色列百姓一套成圣的生活智慧指南。我们可以这些经文里面看见，在经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律法的那个文字出现。我们来引用这3段经文就可以看得见第一个是约书亚记1章8节，他说：“你要常常诵念，日夜研读这法律书，使你能够遵守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就会成功，事事顺利。”从约书亚，你看出埃及之后的约书亚就已经被教导说，当时当然那个律法就是摩西透过神所晓谕颁下来的律法书。诗篇19篇第7节说：“上主的法律完备，使人的生命更新；上主的命令可靠，使愚蠢人得智慧。”一直就把不是去追求一般世俗的知识他就是把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法律成为他们以色列百姓最优先要学习的。所以难怪犹太人亡国了2000多年，
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壮的民族哈。那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熟悉的经文，诗篇1篇的2至3节说：“只爱慕上主的法律，日夜诵念，默诵不倦，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爱主的法律，像什么样的有福呢？像移植在溪水边的果树，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好像所有人生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只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神的一个方向走，那你就会非常的平顺，你是会生命得更新，你会得着智慧，你像果树一样，在溪水边，能够永远不会凋零，样样都顺利。这一次台风来，哇，我们看到很多行道树有没有？突然间好好的就倒下来了。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我们台南在我们南门路的那个南门教会对面，有一棵树好好的，好像应该是什么那个美国头刀那种树啊，看起来哇长得很漂亮啊，风一摇整棵都倒下来啊，去压到一个骑机车过来的一个民众那让人家吓一跳。树有水可以根深，然后去得到很大的养分。所以我们从这些外观来看，我们就看到一个集中点，就是一个蒙福的父亲、智慧的儿女，他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终极的观念，就是像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箴言22章的第6节，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他老，他也不偏离。”教养他，那这个当行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这样子解释，很有意思哦。他说，当行的道其实是要根据这个小孩他的性向、他的才能、他的整个人生的轨迹去走，而不是按照父母亲、按照别人的方式。所以当行的道就是根据这个小孩的路。所以有人把它就是把它意思讲得比较浅白一点。他说是教养孩童是根据他天然的个性、兴趣、喜好来发展他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用这一句话来展现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教导下一代的观念，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他们的教育方法不是用一套框架强加在孩童的身上，而是注重每个人的身体、个体的差异，他们是因材施教的。所以我们从圣经得到的，从塔木德得到了犹太人有这些观念这些教育的观念，觉得很有帮助，或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提醒。有几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很重要。第一个是犹太人很注重阅读他们从小儿童就是要学会阅读，他们终身要阅读妥拉，就是我们刚刚的律法书。所以以色列的古谚就他们的古老的一句谚语，就是说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所以有人称呼犹太人是书的民族了。儿童的第一本书就是终身读的，就是上帝的智慧书，可以说是五经也好，或是那些诗篇、箴言，都是他们的智慧书。那当然整理成妥拉整理成塔木德这些书他们在世界有一个统计说，以色列的14岁的青少年以上的国民，平均每一个月读一本书。他们个人拥有的图书，或是一个人人均读书的比例都是世界冠军。那家长怎么引导孩子来喜欢读书呢？有一个小的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幼童稍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读圣经塔木德，那父母就用一个非常好的道具他在律法书上面滴几滴蜂蜜蜂蜜，然后就叫小孩子你去舔看看去舔看看，这个蜂蜜好甜他就感觉说哇怎么那么甜蜜然后父母亲就让孩子说孩子书里面有甜蜜书是甜的，所以终生不要丢弃让孩子感受到读书是件快乐的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过有时候读书读得很辛苦，看到书就想要打瞌睡因为你会觉得说
这个读书要考试，读诗是老师要看你到底会不会，你还没读就觉得哇有压力了。但是犹太人家长是说，书是你终身的朋友，是甜蜜的啊，勇敢去尝试这样子哈。好，那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犹太人的孩子他是鼓励他去独立思考，而且是勇敢问问题。这观念尤其跟华人的父母亲有很大的差异哈。他说让孩子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哦，容许挑战权威，啊，不能说长大那个长辈就不能问，而且喜欢对话、辩论及思想概念的冲击。这个我们其实常常谈过哈，比如说我们台湾人以前都常常讲说是填鸭式的教育啦，对不对？啊，老师讲什么你就写什么，答案就是照老师的答案，你不能有自己的答案这样子。啊，我们又听到一句台语说：“囡仔人有耳无嘴，听话就好。”但是听那个犹太人的教室哈，哇，好热闹，因为他就鼓励孩子要发问啊，而且发问最好给老师问倒。那这个在台湾，就是我们华人的社会，就是很格格不入，很不习惯哈，很不习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种独立思考啊，当然不是找茬乱问，是问的让家长或是老师觉得说，哎，小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因为他想要问你，他会想，啊，这个事情就变他自己的，而不是老师教你，你就写答案就好哈，不是这个意思。记得牧师在读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写笔记啊，哇，好认真。老师讲说，尽量所有都把它记起来。以前也没有什么录音笔啦，没有那些任何的工具呀，哇，同学都会跑来抄牧师的笔记呢。那这样好像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你写完了，你自己也忘掉，因为你不去思考，你不去问，你只会写，那没什么用啊。那些笔记本只留着好看而已啊。那重点是在这里哈，所以犹太人的妈妈，他们会问孩子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哈，特别是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父母亲啊他会让孩子开始去问问题，而且还对孩子来问说，哎，今天哈你在学校有没有问老师什么问题？他会关心孩子有没有问问题。那台湾的家长或是华人的家长是这样说：哎，你今天学到什么，对不对？或是说你今天考几分呢？但是犹太人的家长是说，你今天有问到什么好棒的问题这样子哈。好，那还有他是从小就让孩子多方的尝试，做发明创作，甚至实作性的。他不要讲纸上谈兵，就是你实际做哈。所以从幼稚园开始就引导儿童学习实验，让孩子自己去找答案哈。啊，我听那个苏之峰的爸爸他说，苏之峰小时候他会把家里的玩具去买玩具回来，或者一些用品，然后苏之峰就会把它拆开，让他拆完的话装不进去啦。啊，有一些关卡什么装不进去，啊，做父亲的他不会生气，他反正说哇，他会拆掉不简单，又去买了更贵的让他拆，啊，难怪他从小就有那种这种立体的观念哈。后来他就读了那个 MIT 的这个博士，25岁就得博士了，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学习者。本来他选择说到底要不要去茱莉亚音乐学院来读音乐系，或是要读 MIT 的这个科学方面的事情。后来他选择一个，他就是没有去当钢琴家哈，他去那边选择他这个工程师的路这样子。那就是从小时候就自己多方去尝试，多方去错误再重来，这样就让他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而且犹太人他很看重孩子学会用乐观的态度面对失败以及挫折。换句话说，一直鼓励鼓励他，而不是说看到一些小小的错误就骂惨了哈。前不久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孩子
考试没有考100分被爸爸惩罚，你知道吗？啊，站在户外淋雨什么的，啊，就好像觉得差几分就世界末日的样子。但是犹太人家长就用鼓励的态度、乐观的态度，而且他们训练孩子要决定自己的道路，要学习承担责任。说你选择，你要负责任啊，所以他们很早就学会独立哈。我们都听到说犹太人他们的孩子哈，读完高中就没有先去读大学，最好是有1年到2年到国外去游历啊，去看这个世界长得怎么样，然后去刺激你的整个潜力，然后决定说我来，如果是这样世界这个样子，我要学什么对我是最有帮助，而且他们还包括要当兵啊，所以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这么样的让人家感觉跟我们的思考都不一样。最后一个是学会第一时间最有效率的全盘思考、决策和行动。因为犹太人长期面对不确定性就他们的在这个变动高压的局势里面，你要做全盘的考量，不然的话什么时间要发生重大的问题就不一定了。所以从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观点当中，又看到一个重点，就是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个社会他们所处有时候寄人篱下，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很多犹太人，他们自己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就不用说德国曾经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那就是没有家没有国所以他们要随时准备好，要漂流，要移动所以他们就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练。我不知道像我这个年纪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或是一部舞台剧，叫做那个什么屋顶上的提琴手，也听过这个歌曲真的是经典到现在那个舞台剧还有可以看得到 YouTube 看到。那个犹太的家长就是要到处漂流，他们住在俄国，他就要漂流，要搬走。所以既然是这种环境之下，你不能像我们台湾我住在这个区，我东区有什么国小可以读，我有什么复兴国中可以读，突然间走了。所以他们很注重父母要学会教导孩子，他们很重视家庭教育，因为教会跟学校可能会破坏掉，可能会流离失所，那家庭就是最好的教育场所。而且刚刚我们不是读了这个箴言的书吗？他说要真理、智慧、学问、见识都值得你去买，千万不可卖吗？他们很重视智慧，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财富。这个塔木德里面一个小故事在说，妈妈会问孩子问一个问题让他去思考。他说：假设有一天房子被烧了，财产被抢了，你最想带什么东西逃跑？我们常常也会在生活上遇到这些问题，对不对？或者说你若是有最后一天可以活你想做什么事，对不对？你到一个小岛上都没有什么物品，你觉得想哪一个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在生活上会这样的问句啦你说妈妈会怎么教导这个孩子？他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财，而是智慧。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会跟着你。所以刚刚我们不是说用乐观吗？用鼓励吗？那犹太人真的是活出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描述。用鼓励的话取代责骂。我们都听到爱因斯坦的故事，我们也听到爱迪生的故事，对不对？因为爱因斯坦他那个超高智慧的人连老师也教不会所以把他当成一个智障儿。想把他放弃，然后跟家长说：“你这个孩子我教不了。”但是爱因斯坦是因为他的妈妈不放弃，他对他说：“不用担心，你不需要和别人你不需要和别人一样。”这位20世纪或者说人类最聪明的一个人是这样子被教导出来的。弟兄姐妹，犹太人。我们不能好像一直歌颂他们多伟大，我是觉得归结到里面，既然大家都是同样
健康、智商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圣经的教导下，这样的人会特别的突出，特别的优秀？我们也看见说，犹太人他们透过塔木德，透过圣经的教导，让他们走在一个智慧的道路。你知道，当一个人喜欢阅读，当一个人喜欢研究，有兴趣，你不要逼他。我们家长常常是去读书，去做作业，但是没有教他说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做作业。那犹太人是讲说，你觉得读书是好玩的，读书是有兴趣的，读书是甜的，而且他们还训练他们要超越自己的超越自己这样子。有一个小故事，他就说，描述2个年轻人他们相遇的一个故事。就有一天呢，一个好几代都很富裕的年轻人，去遇见了一位贫穷家庭出身的牧羊人，也是年轻人，他们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聊天。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富二代他就跟他吹嘘说，哇，我家有多少财富我的祖先是多么的杰出这样子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不过呢，这个牧羊的年轻人回答了这句话，跟这个富裕的年轻人表示说，你说了半天列祖列宗多伟大，可是你为他们做过什么吗？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美好，你这个财物都是从家长给你的嘛。但是这个牧羊人又跟他说，你要知道，你可能会是这个伟大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但是我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族的祖先。你看，一个贫穷的牧羊人，他就这样的志气。你是了不起啊，是说你是最后一个，那我是最棒的家族的祖先。那是态度的问题或是观念的问题，或是对自己的自信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些点点滴滴去看到一个从圣经来的教导。今天我想特别我们互相教会，刚刚小朋友都跑到前面来，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小孩，但是你也一定会担心说，到底这个孩子那么聪明，这个孩子那么可爱，我怎么教他呢？哇，你会学很多智慧，很多的方法。那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只要是对孩子有帮助的，都值得使用。但是请记得，优先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教导。圣经这样的描述说，要听从生养你的父亲，你母亲年老要敬重他。真理、智慧、学问、见识都要值得你去买，千万不可卖。义人的父亲理当快乐，有了明智的儿子大可欣慰。这是何等一个美好的图像！那既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圣经美好的教导又内建或是纳入你的整个生命的系统，以期待我们家里面的孩子都是义人的孩子，或者是正直的孩子，都是智慧的儿女。台湾真的不简单，一个小小的岛，才2000多万，有很多世界级的优秀的人物，像我们的才子我们的那个本质绝对是不差的。期待基督徒会培养出像这样敬畏神、正直又有智慧的儿女。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福气，也是国家的福气。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很熟的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